大家好，今日我會介紹超導皮膚光美容儀。呢部美容儀好易用，可以帶嚟專業級護膚效果。我會解釋咩係呢部機，佢點運作，同埋點樣安全嘅用力達到明顯改善。呢件產品係屬於化妝品同一般健康用途，唔係台灣 FDA 認定嘅醫療器材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提供官方文件，包括 TFDA 非醫療器材聲明同相關記錄。呢部機結合咗3大功能，一個智能舒緩貼，幫助舒適同淋巴護理；一支水動力納米槍，提升吸收效果；一個雙溫探頭，可以做冷熱護理。3樣功能一齊用，令每次護理都高效、舒服又易跟。納米微晶頭係用結晶直製成，呢種材料夠硬、夠滑，質量穩定，所以每次接觸都好精準同埋穩定。佢可以喺皮膚表面造成均勻微通道，促進精華吸收。個針頭嘅尺寸細過0.0575微米，即係57.5納米嘅細。接觸面超級幼細，專注嘅皮膚最表層。有2款針頭可以佢應付唔同需要。深度有120微米，每4平方毫米有81支針。呢個選擇針對表皮層同基底生長層，覆蓋範圍大，接觸又溫和。深度有200微米，每4平方毫米有25支針。呢個選擇可以更深入咁到達表皮層同生長層，集中輸送，同時保持舒適。納米微晶震動速度可以由1級調到9級。你可以根據部位、膚質同自己嘅舒適度去調校設定。微晶透皮技術配合高頻震動，一齊打開角質層嘅臨時吸收通道，精華液可以更容易同更均勻咁穿過外層。離子能量導入會帶嚟溫和嘅提拉同緊緻感，同時提升吸收效率。我哋喺內部實驗室受控條件下測試，發現吸收比單純塗抹提升高達20倍，效果會因人而異。產品導入之後，吸收通道會好快開始關閉，通常大約20分鐘內就會回復正常，唔會有出血情況。整個體驗都好舒服，唔會有侵入性，而且唔需要復原期。部機有9個衝擊頻率等級可以睇。最高等級時，每分鐘大約有1000次衝擊。較低等級感覺會溫和咗，適合用咗眼周同面側等較脆弱部位。較高等級就適合用嚟較厚或者較油嘅部位，例如 T 字位同下巴線，能量會大啲。穩定嘅頻率有助於喺皮膚表面均勻咁造成微細通道，同時令精華分佈得更平均。一次性水晶頭設計，確保用得最衛生。智能 IC 啟動，內置 IC 感應器會自動啟動部機同埋記錄使用情況。每個感應器可以支持5個循環，備用時間有90分鐘，適合長時間使用。EMS 生物電波會釋放溫和離子微電流，刺激微細肌肉收縮，促進淋巴循環。呢個作用可以提升你護膚品嘅吸收率，令皮膚感覺更緊緻同提升。強度有20個可調節級別，可以根據你嘅舒適度同皮膚類型嘅調整，同時保持效果一致。RGB 3色燈之中，藍光適合敏感同容易受刺激嘅皮膚。佢有助舒緩皮膚，提供抗菌保護，可以減輕明顯嘅泛紅同爆瘡情況。紅光適合成熟同乾性皮膚。佢有助深層修復，幫助淡化色斑同斑點，令膚色更明亮。綠光適合油性同易生暗瘡嘅皮膚。佢有助平衡油脂分泌，改善毛孔堵塞同埋暗瘡嘅情況。你可以喺導入產品時，同時配合 EMS 同擴選嘅燈光模式一齊用。根據你當日嘅皮膚狀況，攞返合適嘅強度同顏色。呢度有個唔同膚質嘅簡易指引，保持簡單同溫和。如果覺得舒服，可以再調整。我哋可以清楚分為3類：正常皮膚、T 字位或油性皮膚同敏感皮膚。溫度都可以調節。冷護理溫度範圍係0至6度，
可以快速舒緩護理後嘅敏感皮膚，有助修細毛孔，令皮膚裸露更細緻同埋有型。暖護理溫度範圍係30至45度，可以提供溫和按摩，促進面部血液循環同舒適感。呢個探頭適合所有膚質使用。做完主動護理步驟之後，可以用冷敷抗舒緩皮膚。用暖敷可以喺導入產品前或者期間幫助吸收同埋放鬆。智能舒緩貼用嘅導電、阻隔同淋巴支援技術，可以幫助舒緩痛楚，減少治療期間同治療後嘅腫脹。痛感信號傳導會被限制，所以嗰個部位會覺得舒服而唔係痛。常見嘅貼敷位置包括頸同膊頭、肩胛區、腰部同埋腳。將貼片貼喺緊張嘅部位，開始你嘅面部護理，整個過程都保持貼片嘅原位，持續帶嚟舒適感。而家有一個實際案例，用半邊面做示範。做完半邊面護理之後，面部輪廓即時變得緊緻，連下巴線條都更加明顯。激活頭皮，提升吸收能力。納米精無痛深層導入用嘅納米滲透技術，令有效成分更容易穿過皮膚表層，直達接近毛囊根部。整個過程冇痛又冇創，配合合適嘅精華同持之以恆嘅護理，呢個方法可以令配方發揮得更加有效。連續3星期定期使用，每星期用2至3次，再配合合適嘅頭皮精華，好多用家都會發現早期有明顯變化。頭皮感覺更加穩定，出油同痕癢都減少咗，髮際線同分界位可能會生出細細條嘅新幼髮。點解要溪超導美肌儀？一部機就可以做到導入、提升、冷敷、舒緩同埋放鬆，安全、冇創又高效，結合獨家納米精導入、震動同離子導電技術，使用簡單，可搭配多種精華液，且採用一次性刷頭，始終保持衛生。呢個就係你該買佢嘅原因。多謝。